做伙读圣经。今仔日6月16日，咱做来读历代志上卷第25章到第29章。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第25章，大卫甲服侍团队的领袖对亚撒、希曼甲亚杜顿的后代分派人唱上帝的信息，用琴、瑟甲喇叭伴奏，照侍奉的职分，因的名甲人数记伫下面。亚撒的四个囝撒克、约瑟、尼坦雅甲亚撒利拉，受亚撒指挥，照王的指示唱上帝的信息。亚杜顿的6个囝基大利、西利、以利亚、哈撒比亚、马他提亚甲示每，受因老爸亚杜顿指挥，弹琴唱上帝的信息，感谢称赞上主。希曼的囝有布基纳、马他尼、乌西、西布耶、亚利摩、哈纳尼亚、哈纳尼、伊利阿他、基大利提、罗曼提、以下、约西比加沙、马勒提、何提甲马哈秀，因拢是希曼的囝。希曼对上帝的应允得到高举，做王的身份。上帝赐伊14个囝，3个查某囝，因拢受因老爸指导，照王的指示，伫上主的殿唱歌，拍喇叭、弹琴、弹瑟，服侍上帝。亚撒、亚杜顿甲希曼，因甲因的亲族受过训练，真敖上赞上主的，拢总有288人。因无论老也是少年，老师也是学生，拢平平抽签分配职务。抽到头期签的是亚撒的囝约瑟，第二个是基大利，伊甲伊的兄弟甲伊的囝共12人。第三个是撒克，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第四是西利，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第五是尼坦雅，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第六是布基亚，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第七是阿撒利拉，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第八是以赛亚，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第九是马他尼，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第十是示每，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第11是乌西，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第12是哈撒比亚，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第13是西布耶，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第14是马他提亚，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第15是亚利摩，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第16是哈纳尼亚，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第17是约西比加沙，伊甲伊的囝
甲伊诶兄弟共12人。第18是哈拿尼，伊甲伊诶囝甲伊诶兄弟共12人。第19是马勒提，伊甲伊诶囝甲伊诶兄弟共12人。第20是伊利阿他，伊甲伊诶囝甲伊诶兄弟共12人。第21是何提，伊甲伊诶囝甲伊诶兄弟共12人。第22是基大利提，伊甲伊诶囝甲伊诶兄弟共12人。第23是马哈秀，伊甲伊诶囝甲伊诶兄弟共12人。第24是罗曼提以下，伊甲伊诶囝甲伊诶兄弟共12人。第26章，国门的班次记伫下面。可拉族阿萨的子孙中有可里的囝米西利米亚，米西利米亚有7个囝，大个是撒加利亚，第二个是亚帖，第三个西巴丁亚，第四个亚天尼，第5个伊兰，第6个约翰兰，第7个伊利约乃。俄伯以东有8个囝，大个是西玛亚，第二个约撒巴，第三个约阿，第四沙甲，第5纳坦亚，第6阿米利，第7以撒加，第8比欧利泰。上帝祝福俄伯以东，伊个囝西玛亚嘛有生过来囝，拢真有才能，管理因老爸的家。西玛亚有6个囝，俄德尼、利法耶、俄贝德、伊利沙巴。伊利沙巴有兄弟伊利户甲谢玛加，拢真有才能。这个是俄伯以东的后代，因甲因的囝、因的兄弟拢真有才能，熬办代志。俄伯以东的子孙共62人，米西利米亚的囝甲兄弟拢真有才能，共18人。米拉利的后代何撒有9个囝，最头的是辛利，伊虽然毋是大囝，毋过因老爸设立伊做头。第2个希勒加，第3底巴利亚，第4撒加利亚。安尼何撒的囝甲兄弟共13人。这个是圣殿守卫的班次，照因的班长分派，甲因的兄弟做伙伫上主的殿服侍。因无论老也是少年，拢照因的宗族抽签，固守逐个门。抽到固守东门的是西利米亚，伊的囝撒加利亚是真有才能的顾问。人甲伊抽到固守北门。俄伯以东守南门，伊的囝守仓库。士兵甲何撒固守西门，甲伫上徛的路的沙利基门。守卫甲守卫相对。东门有6个利未人，北门逐日有4个人，南门逐日有4个人，仓库有2个轮班。西边走廊有4个人伫大路，2个伫走廊。这个是科拉后代甲米拉利后代守卫的班次。利未人的中间，阿希亚管理上帝圣殿的府库，甲圣的器具的府库。拿单的后代继顺族属拿单做族长的有亚希
伊利亚希伊利的囝西坦，甲伊的兄弟用尼管理上主殿内的府库。暗兰家族、伊苏哈家族、希伯伦家族、乌士家族的人嘛有职务。阁有摩西的囝计顺的后代西伯亚管理府库，也有伊的亲族伊利以下，伊利以下的囝利哈比亚，利哈比亚的囝以赛亚，以赛亚的囝约兰，约兰的囝谢基利，谢基利的囝示勒密，示勒密甲伊的兄弟管理府库内剩的器具，就是代表王逐个宗族的领袖甲军队的官长所献的。因将赠礼品献化归上主，用作修整上主圣殿的路用。先见撒母耳、基述的囝扫罗、尼尼的囝押尼尼、谢罗亚的囝约押所献的米，所有献化献予上帝的米，拢归示勒密甲伊的兄弟管理。伊苏合家族有基纳尼亚甲伊的囝儿做官长甲审判官，管理以色列圣殿以外的代志。希伯伦家族有哈撒比亚甲伊的亲族1700人，拢真有才能，伫约旦河西边监督以色列人办理服侍上主甲王的事。希伯伦家族照因的族谱，亚利亚做族长，大必做王第40年，调查希伯伦家族，发现过来有才能的人住伫基列的亚舍。亚利亚的亲族有2700人，因真有才能，做族长。大必王派因伫鲁宾、迦得、马拉西半支族的中间办理上帝甲王所有的事。第27章，以色列人的族长带1000人的军官，带100人的军官，以及官长，拢照班次分配。逐班22000人，全年照月轮班服侍王。正月第一班班长是撒巴第耶的囝亚索班，伊的班内有24000人，伊是法律师的后代，指挥正月所有的军官。2月第二班班长是阿和阿人德代，参谋长是米基罗。德代的班内有24000人。3月第三班指挥官是祭司亚和亚代的囝比拿亚，伊的班内有24000人。比拿亚是迄30个勇士中的一个，管理迄30人。伊的班内阁有伊的囝暗米撒巴。4月第四班班长是约押的小弟阿撒赫，续接伊的是伊的囝西巴迪亚，伊的班内有24000人。5月第五班班长是伊苏拉人沙哈，伊的班内有24000人。6月第六班班长是提格阿人一个的囝伊拉，伊的班内有24000人。7月第七班班长是以法人支族比伦人希利斯，伊的班内有24000人。8月第八班班长是夏拉宗族何沙人谢比该，
伊诶班内有24000人。9月，第9班班长是便雅悯支族阿纳托人阿比以夏，伊诶班内有24000人。10月，第10班班长是谢拉宗族尼德法人马哈莱，伊诶班内有24000人。11月，第11班班长是以法人支族比拉顿人米南亚，伊诶班内有24000人。12月，第12班班长是俄德列族尼特法人迄代，伊诶班内有24000人。管理以色列正支族诶官长记伫下面，管鲁便支族诶是谢基利诶囝以利以夏，管西面支族诶是马加诶囝是法天亚，管利米支族诶是基摩利诶囝哈沙比亚，管阿伦后代诶是撒督，管犹大支族诶是大毕诶兄哥以利户，管以撒加支族诶是米迦勒诶囝暗利，管西布伦支族诶是俄巴迪亚诶囝以西芒亚，管拿弗他利支族诶是阿苏勒诶囝亚利摩，管以法人支族诶是阿撒西亚诶囝何西亚，管马拉西半支族诶是比大亚诶囝用尼，管基列地区马拉西半支族诶是撒加利亚诶囝厄德，管便雅悯支族诶是阿尼尼诶囝亚西耶，管但支族诶是亚勒罕诶囝阿塞勒。这个是以色列正支族诶行政官长。以色列人20岁以下诶代笔无点算，因为上主有应允，伊要加添以色列人亲像天顶诶星遐多。谢罗亚诶囝约押开始点算，毋过无完成，因为点算人口即个事，上帝会生气临到以色列。数目也无记伫大卫王记录。管理王府库诶是阿底耶诶囝阿苏马威，管理产业、城镇、乡村、守望台诶府库诶是乌西亚诶囝约拿丹，管理耕作田园诶是基律诶囝以苏利，管理葡萄园诶是拿马人示每，管理葡萄园诶酒地诶是实弗米人撒底，管理山坡诶橄榄树甲三叉树诶是基底里人巴力合兰，管理橄榄油库诶是约阿斯，管理沙伦边缘诶牛群诶是沙伦人斯提来，管理山谷中诶牛群诶是阿地来诶囝沙法，管理骆驼诶是以实玛利人阿比勒，管理驴群诶是米伦人亚希迪亚，管理羊群诶是合家人亚希，这个拢是管理大笔产业诶官长。大笔诶阿叔约拿丹做参谋，伊真聪明，搁做书记。哈格摩尼诶囝亚希照顾王诶囝儿，阿希多弗嘛做王诶参谋，阿基人互西做王诶顾问。煞接阿希多弗诶人是比拿雅诶囝亚何亚代甲阿比亚他约押做王诶元帅。第28章。
代笔调集以色列的领袖、各支族的首领，甲轮班服侍王的官长，管理1000人甲管理100人的军官，管理王甲王囝儿的产业甲精神的官员、太监、勇士以及重要的人神，拢来耶路撒冷。代笔王就徛起来讲：各位乡亲，各位同胞，请听，我本来想要起造圣殿来安置上主的约柜，就是咱的上帝的脚点，我嘛已经准备好势。毋过上帝对我讲：你袂用得为着我的名起圣殿，因为你是正士，有杀死真侪人。毋过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阮老爸全家族竞选我做王，永远伫你以色列，因为伊竞选犹大做领袖，佮对犹大支族竞选阮老爸家，伫阮老爸的囝儿中特别喜爱我，选入我做王，伫你全以色列。上主赏赐我真侪囝，伫我的囝儿中竞选我的囝所罗门，坐上主的国的王位，伫你以色列。上主佮对我讲：你的囝所罗门要起我的身，我的庭，我竞选伊做我的囝，我嘛要做伊的爸。伊若亲像今仔日坚决遵守我的诫命甲命令，我就要坚固伊的国位，直到永远。现在伫上主的大会，以色列众人的面前，咱的上帝嘛在听。我命令恁着遵行渴慕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安尼恁就通得到这块好的土地，留互恁的后代永远做产业。代笔对所罗门讲：我的囝所罗门，你着认捌你的老爸的上帝，专心欢喜服侍伊，因为上主监察逐个人的心，知因的心思意念。你若找求伊，伊会互你找到；你若放杀伊，伊会永远气杀你。你着坚信，因为上主竞选你起造圣殿，你着勇敢去做。代笔将圣殿的走廊、房间、府库、楼顶的房间、内殿，甲施温座的所在，所有的设计图，交互伊的囝所罗门，将伊对上帝的神所得到关系上主圣殿的庭、四围的房间、圣殿的府库，甲屯圣米的府库的设计图，拢交互所罗门。代笔佮甲所罗门指示安怎分配祭司甲利未人的班次，互因执行伫上主殿内服侍的职务，以及管理上主殿内的器具。代笔佮指示伊用偌济金甲银做逐种服侍要用的金器甲银器，金甲银的顶甲顶台放献祭的饼的金刀甲银刀。佮指示伊利用偌济纯金做肉车、盘、杯、碗，以及用偌济银做银碗，佮浸炼过的金做香坛，嘛照设计图用金做天使基路伯的车，因天开室亚坎上主的约柜。代笔讲，顶面这的设计图拢是照上主亲身指示我写出来的。代笔佮甲伊的囝所罗门讲：你着坚强勇敢去做，毋通惊，毋通软，因为主上帝，我的上帝，甲你同在，伊一定袂离开你，嘛袂放杀你，直到你完成上主圣殿的工程。你看，遐的祭司甲利未人伫上帝的圣殿服侍的职务已经分配好势，
嘛有真侪功夫真好的师傅欢喜帮助你，阁有真侪官长甲全体人民拢会听探你的命令。第29章，大卫对全会众讲：我的囝所罗门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毋过要少年，无经验。这个工程真大，因为这个圣殿毋是为着人，是为着主上帝起的。我为着我的上帝的殿已经尽力，有准备金、银、铜、铁、茶，要做逐款器具，阁有准备真侪阿玛勒、通上的宝石、光石、彩色的石，逐款的宝石甲大理石。我以爱我的上帝殿，就伫准备去圣殿的材料以外，阁将我接触的金银，拢献做去我上帝圣殿的路用，就是俄斐的金100外公吨，纯银240外公吨，来搭圣殿的壁，以及互师傅做金器、银器，甲所有器具的路用。今仔日要有甚物人欢喜奉献，奉献伊本身互上主。安尼，族长以色列逐支族的首领，管1000人甲管100人的军官，以及监督遐个甲王做工的人的官长，拢甘心奉献，因为着上帝的圣殿的工程，奉献金170外公吨，银340外公吨，铜约620公吨，甲铁3400公吨。有宝石的人，拢将宝石摕去交互计算人亚伯，送入上主圣殿的府库。人民拢真欢喜奉献，因为因真心献互上主。大卫王嘛非常欢喜。大卫伫全会众的面前称赞上主，讲：上主，阮祖先以色列的上帝应该受称赞，对永远到永远。上主，你至大，有权能、荣光、胜利、威严。天顶地下所有的，拢是你的。上主，国是你的，你至权，是万有的主宰。富裕、尊贵，拢对你来。你嘛掌管万物，你有大权能、大规力，互人伟大强盛。阮的上帝，愿感谢你，称赞你荣耀的名。我算什么？我的子民算什么啊？阮竟然会当安尼甘心奉献，万物拢对你来，阮不过用你的米献互你。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寄居的，甲阮的祖先同款。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上影，无什么愿望。上主，阮的上帝啊，阮准备遮的所有的材料，要为着你的圣名起造圣殿，遮的拢是对你来，嘛拢是你的。我的上帝，我知你监察人的心，以爱正直。我用正直的心，甘心奉献遮的所有的物。现在我真欢喜看到你的子民伫遮，甘心奉献互你。上主，愿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求你互你的子民常常存这款心思意念，坚决归顺你。阁求你赏赐我的囝所罗门顺全的心，彻底遵守你的诫命，
家事规例，佮用我准备的起造圣殿。大必对全会众讲：恁着称赞上主，恁的上帝。全体会众就称赞上主，因列祖的上帝。额头跪拜上主甲王。隔日，因向上主献祭，因献烧化祭予上主。公的牛1000只，公的绵羊1000只，小只羊仔1000只，甲炖酒祭。各为以色列的人民献真侪祭物。迄日，因伫上主的面前啉食，非常欢喜。因第二遍设立大必的囝所罗门做王，伫上主面前，甲伊抹油做王，佮用油抹撒督做祭司。所罗门就坐上主所赏赐的王位，续接伊的老爸大必做王。伊事事顺利，以色列人民拢归顺伊，所有的领袖甲勇士，连大必王拢总的囝儿，嘛拢归顺所罗门王。上主予所罗门伫以色列人民的面前受尊最大，予伊有国王的威严，超过以色列以前所有的王。亚瑟囝大必做全以色列的王，伊做王统治以色列共40年，伫希伯伦7年，伫耶路撒冷33年。伊享受荣华富贵，食长岁寿。伊的囝所罗门续接伊做王。大必王一生的事业，拢记载伫圣经撒母耳、先知拿单以及圣经迦得的册。这一册嘛记载伊安怎治理国政，甲伊的成就，佮记载伊甲以色列以及4位国家所经历的事。今仔读圣经节伫历代记上卷第25章到第29章。